也这平安。因为我用磁性的声，咱做来学乐，咱同齐用学的声来到上帝面前来学乐，咱来敢用这首华语的从早晨到晚上，我们一起来赞美。情百花残。
起日，咱们来献属咱俄勒耶和华上帝，囡仔闯开的，咱们来俄勒伊。也快，也心里充满喜乐。你若外靠也好看，你就要心要充满。你若外靠也好看，主的公义若水泉。你若外靠也好看，平安的心要充满。你若外靠也
主，上帝将平安赏赐予咱，予咱一生过着宝贵着行日子。咱做来吟一首平安。说怀意念，世事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
你，俄勒你，因为你是良善，你是慈爱，主啊，感谢你，你将平安放伫阮的心内，互阮一世人毋免惊吓。主啊，感谢你，阮知一个月是世俗人因上惊吓一个月，但是阮知影，阮超找你的，信靠你的，阮的心得平安。阮超找你的，阮特别拄着你。主啊，感谢你，你将这个疼、这个慈爱放伫阮的内面，互阮享受伫你的恩典慈爱的内底。主啊，感谢你，因为阮有当倚靠，阮相信你用你的推你的拐来保守阮，来固守阮，互阮徛伫你的面前，阮会当徛在，会当徛稳。阮感谢你，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交托，求你互阮父亲兄弟姊妹，遥遥来把转去。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咱的信仰告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可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来大家来启用，启用文20篇4篇90，我来启兄这来用。主啊！你世世代代做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糊涂做人的规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起来无声，因为你的生气消灭，你将阮的罪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伊拢生气会。一个开去，阮的血受不过是7节，阮得到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的生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啥物时才会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互人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若遮济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起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亨通。这是学了圣歌的要学了，今日学了是人对我讲，我就欢喜。
愿学的诗歌应用咱的上帝，这是咱的功劳，上帝的回语。记载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4章1节到10节，34章1节到10节，我用单语和日本来读。上帝话安尼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因主啊，你着宣传攻击以色列家的牧者，你着宣传对因来讲，主耶和华对这牧者安尼讲：在下啊，以色列的牧者，因为有钱家己。牧者敢毋是应该有钱羊群吗？伊食伊的油，穿伊的衫，种伊的毛，杀伊的肥迄个，也无养饲羊群，乱了个，恁若无甲顾养，破病的，恁若无甲医治，受伤的，恁嘛无甲伊包，受管束的，恁无带伊倒来，失落的，恁无找伊，独独用强迫严严的管辖，因为无牧者，羊就四散，已经四散。做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羊四界行伫这山内，伫这关山的山顶，四界伫全地，无人去追，也无人去找。所以这牧者就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讲：我指我永远我来救世。我羊因为无牧者，诚做受抢的物，羊也做一切野兽的食物。我要摇我的牧者。也找无我的羊，这个牧者因为有饲家己，无有饲我的羊，所以恁这牧者着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安尼讲：我甲我的牧者做对敌，要对因手追讨我的羊。凡阁无有饲羊群，牧者也无阁食伊家己养饲伊家己。我要教我的羊群脱离伊的喙，无阁做因的食物。这是咱来请咱的李牧师。叫人正道，伊要正道就是基督徒信仰甲的世界。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先来祈祷。主上帝，阮真感谢你，互阮今日通过教社主日三个主日，踮这个中间，阮用以西结书来彼此来做提醒、勉励，甲诚做阮信仰的理想，互阮有一个使命，就是将你的福音、将你的真理，对阮的家庭、甲阮的教会、甲阮的社区，拢有上帝你的引带甲看顾，互阮所传的福音有主你的平安，也有上帝你的应允伫阮众人的中间。阮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大家平安。今日是我第2届来到咱大桥教会，第1届是旧年所以一年伫过足紧。当我接到公文的时阵，大桥，我开始想，大桥有啥物假事？我就开始想恁有出敬拜，恁有音响，恁有迄个，所以我就甲我所做 PPT trả来。对迄个3年的疫情的中间实在用人的角度来讲替我创造袂少的麻烦。我讲到足少做 PPT， 我大概当时做 PPT， 敢知？过年、甲母亲节、父亲节，我较介意因为我较传统，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但是伫受教育的过程中间较传统。对一字一字写，到一字一字拍。有一天，阮教会长老甲我讲：“牧师，你敢会当甲你讲的物件变做 PPT？” 我第1届做3工，做3工。疫情的中间，搁爱直播对无？恁敢有伫直播？应该有啦，因为我上，即马有嘛所以袂当后壁讲话。所以直播第1届直播的时阵就足粗鲁的。就2个探照灯对我的面照过来安尼。这一照毋但人光尔，人会光头壳嘛拢规拢光去啊。内面的物件拢无去，拢走去。所以这3年的中间，你学啥？学安怎面对灯光，学安怎面对 YouTube 媒体，
搁爱学安怎将圣经的话会当讲互教会内的人听，搁讲互教会外的人听。啊，伫迄个同性运动的中间哦，4、5年前还是6年前，同性运动，做者毋是基督徒，拢甲咱基督徒讲啥？信耶稣有疼呢，信耶稣有爱。但是伫毋是讲外邦，拢伫无信心感动过毋是基督徒的人，对咱讲圣经的疼，我感觉是一个文化的好代志。但是无信心的人，无信心的因带甲无信心充满的人，伫讲耶稣的疼，伊是咧讲倒一种疼？宽容伊的疼，还是固在伊的疼，还是凊彩伊的疼？咱莫管伤济迄种疼。我嘛是做爸爸。阮的查某囡仔嘛已经小学4年级。前2天去洗头，你知无？洗头听有啦去中文怎么讲？去烫头发。我烫完之后，他就很开心，就摸摸他的头，说：“头发直了，不会毛毛躁躁，真好。”我说：“这敢是10岁的囡仔伫讲的话？什么叫做毛毛躁躁？就男性甲女性的差别。我就甲学了，刘海真直，后壁头毛嘛真直，我就唔知咩啦学了，你知无？我嘛毋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就用 Google 的图甲伊讲 ，Google 埃及艳后。来讲，你的头毛敢会足成？生气，都生气。然后我来讲，你生气啥？你去甲我笑，你再取笑，无呢？我都慎重甲你学了呢。莫假啊！你就是甲我笑，我实在你学了，对不对？回去了下暗要困啊走来我面头前，我安尼感觉佫有像埃及艳后。另外，伊做啥物动作？伊家己的刘海，家己先我夹一个，然后后壁拔起来。其实，这个互动亲子关系互动，其实我隐约感觉到一个讯号啦，管伤济。听甲听的中间管伤济会出代志。听甲听的中间管伤济会有真济麻烦，解说袂清。本意是好，逐讲伊嘛袂瘾相信，对无？但是差别是这样，阮是基督教家庭，所以过去的互动的过程中，我甲阮查某囝过去的互动的中间，无凊彩讲话，无黑白讲话，所以伊知影我毋是伫甲笑，但是骨头里面不相信，我不笑他。老实讲是小可有伫笑着。所以伫咱的圣经的中间，甲伫咱的世界中间差真济。世界甲咱基督徒要求，咱要有疼。伊可能你想象咱的疼是啥物款的疼？爱亲像猪仔的疼，亲像实际的爱，无限的供应，无限的给予，毫无止境的给你。这背后没有任何不需要任何管教，不需要任何的教导，不需要任何的属灵生命。在生活上，在物质上，在人情义理上，无停止的甲你讲，就因为我信耶稣。就因为我信耶稣，伫咱的圣经中间，甲咱讲即种的动作是啥物款的疼？是疼上帝的疼，是回应使命的疼，毋单只是疼人的疼，毋单只是为着要帮助人，是因为我知影我的身份，我知影我被创造的目的，我知影我信耶稣归信的原因，嘛知影认罪悔改了后，我要回头做人的迄个原因是啥物？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时阵，你从世界所讲的圣经的迄个意义，甲咱教会点仔咧做礼拜，你讲的圣经的意义，有时会真差真大，差距真大。我是归灵教会的李英贤牧师，我忘了自我介绍，不好意思。我看到大家的相片，刚才我来自我介绍者。我来教会是2017年12月份来到归灵。我是1977年出世伫台南市东区，嘛差不多伫咱遮无偌远的所在。1995年，第一届行要哩永定教会。1998年的时阵，受洗礼。2002年的时阵，要哩神学院。09年毕业。看起来拢真有时间，其实对我来讲真艰苦。当我1995年要入捌耶稣的时阵
我的双脚后一位是去山上，台南山上，我知伊叫山上，台语叫做对嘛，山上。系啊，我昨天才刚被我女儿纠正完，你们出声音我会吓到。讲生笑。伫山上，山上吼有一个关人的所在，咱知，意外监狱。我自细汉伫台南市大汉吼，对无重学国小，重学国小咱知啦吼，无重学国小大到有重学国小，安尼知啊吼，听好无？吼，对就一排厝，不甲全部拢是厝。对讲棒球吼，是讲球出去找无球，到即马球讲出去弄着人的玻璃，佮会弹倒来遮，然后甲我讲球恁会爱赔钱。吼，你也知影生活台湾的生活对真宽，就开始缩，真矮。对真矮开始贴啊真悬，啥物件贴啊真悬？开销，钱的开销愈贴愈悬。伫这个过程中间，拜拜，也是讲祖先，也是轮回，对阮来讲，就是阮的世界。所以阮足少去捌着迄种啥物感觉啊，监狱啦、法院啦、警察局啊，这三项物件是世俗人阮世俗人绝对毋通去的所在，嘿。所以毋通去官府，毋通落阴间，毋通去监狱，对无？去教会了后，这三个所在定定爱走。爱到几年的时阵，爱陪人去法院，伊做毋对伊哦，佮袂当讲过头严苛的话，佮爱解说法官伫讲啥物啊？法官伫甲你骂啦，甲你骂啥啦？安尼佮去监狱，爱讲恁有救恩啦，恁已经伫刑罪啊。恁有救恩啦！去警察局要怎啊？去警察局，当咱教社部伫外口抗议的时阵，为人民行街头的时阵，爱甲警察讲，阮的目的、阮的身份、甲阮的立场是啥物啦？所以伫教会中间就开始学遮的物件。你学的过程中间，就开始想，我接触的物件立场拢无共，你知无？立场拢无共，拢无共，安尼我的立场是啥物啊？我的立场是啥物？面对警察、面对监狱、面对犯人、甲面对好人，我的立场是啥物？面对社区、面对教会内、面对教会外，我的立场是啥物？所以咱常常咧讲，咱的生命是啥物？我毋是我是耶稣基督活伫我的生命内。所以真侪时阵，佮顶头倒来想讲，上帝，你安怎看遮阮所认捌的人，阮所认捌的百姓，甲阮所认捌遮教会内、教会外的人，所以伫即段经文的中间，最后一句话，伊讲，即句话其实用较简单的白话语来讲白话文来讲上帝不弃养我们，伊无甲咱放弃照顾，甲放弃养亲，伊无甲咱放弃。所以我咧想，伫前一段圣经的中间，伊一直在讲，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袂当单照顾家己熟悉的人，即个部分就甲耶稣所讲有合。耶稣讲啥物？咱当做好代志伫家己信耶稣的人的身躯顶，有啥物通学落的？歹人照顾歹人，嘛是因拢知影的常理啊。所以伫即段经文中间，伊要爱咱去养饲上帝羊。当伊伫骂以色列的牧者的时阵，讲恁无饲羊，圣殿的祭司是无欢喜的哦。我照顾遮侪人，我照顾以色列遮侪人，你哪会讲我无饲你的羊啊？其实伊所讲的，毋单只是以色列，是囡仔愿意认捌上帝的人。所以伫即段经文中间，上帝对羊条内的羊就是咱，甲羊条外的羊就是因，讲啥物？讲我要家己来养饲，我无要去杀因。我要家己来养饲，所以耶稣降生应验了这句话。耶稣降生对以色列人传主的福音，到罗马、到希腊、到德国，然后翻圣经做英文、做中文、做逐款的语言，到欧洲、美洲、甲亚洲，甚至到咱台湾。咱台湾逐所在嘛有基甸会对无？基甸会敢是会分圣经？摕圣经的人等于他敢读有？读无？
哦对吧？啊，拄信耶稣的时阵哦，就看你分圣经，啊，心内就开始想，他无耐心。2006年，我伫新汉医拄着嘛，共款是第一代的查某囡仔。伊甲伊妈妈讲，伊无要去考老师，伊要来读新汉医。伊妈妈问伊，你是读个歹去？伊甲阮做见证讲啥物？伊讲，伊伫大学的时阵摕着基甸会迄本圣经，伊伫看，伊看无，老实讲伊看无，伊嘛知伊看无，但是伊一看一边看一边流目屎，一边看一边流目屎。上帝会家己养饲伊的羊，当羊失去倚靠，当羊失去方向，当羊失去伊人生的目标，当羊失去伊人生所有会当跑走的路站的中间，上帝会通过身躯边真济物件对咱家己讲话。上帝要爱咱找到咱的方向，上帝要爱咱，因为伊的生命、伊的光照甲伊信心的感动，通过伊来看我的方向是啥物。通过伊来看我的人生的未来是啥物，甲我即马会当做的角色是啥物。今日圣经的中间，伊是咧讲，这是受精选的利未族，才分别做成的人，因已经有任务啊。因的任务，就是把这事做好，把分别做成的工课做好，把节期做好，把人生中间的赎罪祭、甲恶乐的祭、甲芳祭做好。做好了后，进一步要做啥？进一步爱互以色列百姓知影，每一个祭司背后上帝救恩、上帝怜悯、上帝吞忍，甲上帝的管教。佮进一步要互所有人知影，摩西的10条诫命的内面，毋单是你讲诫命，是你讲一个人扮演上帝的囝、查某囝，应该有上帝的权柄是啥物？这当诫命看会头的时阵，你着莫烦恼，你是活伫啥物款无共款国家，还是无共款民族的人。总是以色列人百姓因行倒边的路，因伫这个过程中间，因为边仔4块链长的国家愈来愈勇，就是像咱所讲的台湾啊啦，本来足看啊，变来愈来愈矮对无？啊，开始矮了后，就开始啥物物件爱贴悬，开销就爱贴悬，因嘛共款，因嘛共款。所以伫台湾，活伫台湾的囡仔吼，阮阮即代啊，足可怜，常常拢听到啥物话？你敢毋读册哦？你讲啊，搁有动作哦，动作啊，放伫这镜头啊，放伫底嘛，放伫你的头壳顶太阳穴呢？你即代你毋读册哦，你以后无出团哦。你敢毋爱安尼讲过？啊，毋爱哦，也是教会较温柔，也是教会较温柔。你毋读册哦，你只想看要安怎哦？哦，就开始安尼。这是日本教育的精神，甲日本教育出来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对家己后一代中间，咱活伫强权的国家的管制。阿公阿嬷活伫日本人的管制，伊知影读册背后，毋是要互这个人受到尊重，是要伫这个管制中间，互别人国家的王会当用咱，互咱活伫别人国家的文化。管理政治下面，莫受到伤害。国民党来的时阵，即句话嘛是无煞。你爱读册哦，你得安怎？嘛是活伫一个强权的内面。早期国民党1949年拄来的时阵，啥物人当做官？只有对中国来遮的移民的人开当做官。台湾本地的人，袂做官做到一个坎站，特别能够做去。所以做父母会烦恼后一代。会烦恼后一代你的发展是啥物？到今仔日即个世代，今仔日我记得3年前，阮有学府班，我画一个图，甲阮的学府班的囡仔讲，你英文爱读好好，啊英文读好好吼，毋是要保庇你考试考会好，是保庇你以后将来去做外劳的时阵吼，保庇你将来去做外劳的时阵，注意听哦。保庇你将来去做外劳的时阵，加一个国家通选。咱拢讲中文，袂晓讲英文，若去做外劳，倒一个国家会哈？倒一个国家？中国。安尼一直看听无敢知，因听无我就着急，你知无？我就来讲新加坡吼、马来西亚吼、啊个
新加坡敢若马来西亚人吼，因会晓讲啥物话，敢知？因咧会晓讲中文，会晓讲马来语，会晓讲英文，会晓讲迄个印度话，上重要个讲台语，嘛会晓讲台语。我去马来西亚看电视啊，无啥物电视通看，结果转着啥物？转着台语台民视的电影，电视。我咧看时阵笑袂出来，你敢知？因为我活伫一个真侪少年人会当取代台湾少年人的人所在，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信耶稣的目的是啥物？信耶稣的目的，第一，看清家己生命的处境是啥物？阮拢有罪，阮也软弱，需要耶稣，互阮顶头心。顶头心其实用中文来讲，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在神眼中的幸存者。幸存者就听得懂，会当继续活落去的人。用咱台湾人观来说，好家在伫上帝，伊个会当活落去的意思。好家在会当活，原因是因为信耶稣的原因。耶稣伫咱台湾的中间，这几年8年的内面吼，有一个足奇妙的作为，大家拢逐这俄勒圭哦，蔡英文总统，我认为是应该互上帝。洪泰拢无必来对无？洪泰你走闪对无？足欢喜对无？其实极端气候毋通黑白欢喜，极端气候毋通黑白欢喜。但是足奇妙的，伫这极端的气候的中间，沙无落雨，有水变沙无，大地淹水的所在变风调雨顺。只有台湾东南西北对台湾头到台湾尾，伫整个国际真受伤的中间，咱被保守起来。就我想到过去10几年的中间，咱有真侪祈祷会，咱有真侪特会，咱有真侪一寡属灵复兴的一个会，互基督徒有机会伫棒球场、伫体育场、伫体育馆来参加祈祷。这个用台湾人的观念，15年前、20年前祈祷。伫今仔日庇荫着咱的子孙，上帝听祈祷，上帝做工伫你即个时代是拍破重新起造，伫你后壁迄个时代叫做兴旺甲兴盛。台北王想要成功，台北王想要成功，无想要徛伫一个正经的名来成功。所以台北王甲上帝祈祷啥？祈祷讲，你敢当我为你起造圣殿？为虾米？因为生命有限，血寿买净。你敢当我伫人生的中间，会当我亲像少年的时阵，伫细汉做囡仔的时阵，当弹琴学落你，逐个人心内生命的变化。即种的成功，伫我年老的时阵，慢慢去做一届。所以，如果要伫年老，伊的属灵的成功来对因少年还袂有真正教育，佫会当有属灵的工的时阵，若除了起圣殿以外，伊无其他会当做的代志。上帝来讲啥？讲你才会当款了，你袂当起。所以后一代所罗门王较起圣殿对无？用兴旺做开始。咱人的成功起在伫上帝伊的主权，在伫上帝的主权。大卫所做的，就是要帮赞所罗门王。上帝感动大卫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意向起圣殿。上帝互大卫这个意向传到伊的囝，伊的囝将上帝的殿起起来了后，佮将文化、经济、政治，甲逐款敬拜上帝的道传到外邦人的世界去。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伊的后一代要做啥物？阮顶一代伫你的面头前无简单会当活落来，那呢，我后一代应该爱来饲予永驻，真做是上帝的军队，嘛真做上帝会当真正的人。所以有时咱用和平、用疼、用上帝的仁爱来做征战；有时咱用宣告、用祈祷、用耶稣的名命令这鬼出去来征战。咱的征战有真侪面样，但是咱爱了解，咱所处在的环境的中间，伫这个区域的内面，上帝爱咱征战啥？所以伫今仔这段最后一个经文中间，伊讲伊无气杀咱，会甲咱养饲。伊所讲的牧者，
是教会；伊所讲的牧者是圣经，会对人的心讲话；伊所讲的牧者是基督，会当改变人的心思意念。伊所讲的羊是，伊所讲的牧者嘛包括小会，嘛包括小组，嘛包括团契。互咱伫平信徒运动的中间，伫运行咱的家庭甲别人的家庭的中间，咱有一个基督化的理念。逐人讲，我信耶稣毋是单信，我信耶稣是因为我看会清楚，我的信仰甲即个世界国际关系，因即摆咧行啥物款的路。所以伫今仔即段经文的中间，上帝的羊嘛伫今仔日世间，伫今仔日即个时阵，咱讲厝边是上帝的羊，绿色是上帝的羊，社区是上帝的羊。甚至信心感动咱进一步，伫上帝羊的中间，讲羊听有的话。所以以西结书伊活到以西结，伊伫咱的生命中间，伊咧讲，当上帝百姓开始面临无共款的世界的时阵，咱要安怎一方面维护上帝伫我生命中间的生命，然后一方面伫职场、伫工作场所，甲人做工课的时阵。我无互我的信仰安那消失，无我信仰的迄种的感动甲热度消失，嘛无互我的信仰的理念消失。这是上帝要教咱的精进的所在。咱教会伫遮，伫一个社区所在要徛会知，爱精进无？哎呀，哪有可能歹？一定爱的。一个教会徛会知有三个原因：第一，有献身的人。这个有无？有。第二，要有勇敢的家庭，这个有无？嘛有。第三，要有愿意按照上帝圣经行的人，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若照成，就咱做到毋惊妖，毋惊散食，毋惊人多，毋惊人少。若知影，阮遮有上帝的生命继续流传。以西结以西结正经其实佫有足侪先知，因咧艰苦啥？以赛亚头前第一个以赛亚讲悔改，第二个以赛亚讲审判来啊，第三个以赛亚讲咱有毋望。这三个听起来拢足好听对无？这三个听起来拢足艰苦。第一个讲咱来悔改，所以第二个伊讲啥？审判来啊，代表第一个有效无？安那讲拢讲无效。第三个讲咱有愿望，代表第二个讲咱的审判来有来无？有啊，有来啊。所以剩愿望，愿望伫啥遐？愿望伫先知的嘴，但做伫耶稣的手。愿望伫先知的嘴，做伫耶稣的手。台湾文化中间有真侪庙拢伫演出什么？因18层地狱，你有去看过无？啊，咁咧，迄存在要创啊？禁果，嘛是宣告，你做歹会变安尼哦。讲白贼只爱加长，头体做人歹爱去烫浸迄个油，对无？啊，这12个看了后，人生行到年老哦，才一天要过往迄天哦，敢爱办法事？要创啊？消罪业，对无？台湾头、台湾尾，倒一个民间信仰的人过往毋免消罪业，拢爱。倒一个过往的人，就算毋捌看过阴间有18层，逐个头壳内面敢毋知影家己安怎来对不起家己的良心甲生命，拢知。连无死的子孙，认为家己的父母过往家己无办拢袂使。这就是咱基督徒的角色。咱基督徒角色，你看因伫做遮个代志的时阵，毋是为着欠算，毋是因为因起惊吓。即摆7月生啊，连民间信仰拢袂惊。为虾米？因开始变换民俗，只有咱基督徒伫讲7月时啊，因伫讲虾米？因伫讲得道月。得道月敢知是毋？修道迄个道啊。所以伫7月时啊，道教安那开始考试，道士领着牌伫7月时啊。佛教伫浴佛节中间有无？咱台湾嘛差不多伫即个时机。啊，迄个主席伫讲即个月是
得好顺话。哦，拢学咱甲歹消息变做啥物？好消息。但是咱讲的敢是即种的好消息？咱讲的毋是即种好消息，咱讲的只是讲拍开捆绑。就7月份，我会讲对这台湾的环境讲，咱就是有捆绑，特别伫7月份甲看会着捆绑。1月份到12月份，逐个月拢看袂着，但7月份看会着。7月份啥物人看会着？基督徒。啊，基督徒属灵的眼光，逐个月嘛看会着。啊，是啥物啊？毋是基督徒，7月份嘛看会着捆绑，所以袂当去海边，袂当望着水。有，搁去问看卖啊，即个月有倒一种动物的人吼。哦，刚才生肖啦，生肖，倒一个动物的人，毋通出来乱蛇啦，对无？这连无属灵的人嘛知影捆绑是啥物？对基督徒来讲，这到底是啥物？这是咱的国家、咱的社会、甲咱教会环境中间，咱所拄着的文化、属灵的攻击，但是是静态攻击。属灵攻击有动态、静态。这静态攻击，伫咧静态攻击中间，伊伫问，伫面对世界，咱属于啥物人？以世界书打以色列人讲，虽然咱当伫行，以赛亚甲咱苦劝讲，咱着悔改，咱无做到。以赛亚甲咱讲，咱有审判，咱当伫行，但以赛亚嘛甲咱讲，咱有盼望啊。耶利米伊虽然用真侪流目屎甲咱讲，咱有真侪差错。无为后一代设想咱的信用，无为后一代来保护好咱上帝予咱的即个献祭、即个祭司的身份，无为着后一代来健全伫咱的家庭的信仰中间有耶稣的性命甲定心割活的溃烂。但是以色列甲咱讲，上帝无离开咱，伊爱咱行完伫即个审判中间。上帝颠倒，互咱目睭拍搁较看，爱为着所有的国家祈祷。所以你咧读以色列书的时阵，伊毋是咧纠缠以色列人，伊咧骂所有的国家。埃及，你的麻烦大了。其他的国家一个点名，一个点名，一个点名。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眼中的世界观，甲咱一般人世界眼中的世界观。是无共款，信用观伫看世界，伊毋是一个不是一个空虚的，它是要我们平民百姓懂得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在咱学府班，伫即个3年后会今仔日甲因讲，英文你们随便学了，啊，伊讲为什么？讲因为你们会中文也不能去中国。我说为什么？2年前我讲，因为中国准备倒大霉，然后我说为什么？我就奇怪，之前叫你们家好好学，你们不问为什么，现在为什么一直问为什么？因为疫情的影响，让全球经济受到影响，而这个威胁对集权政府的威胁最大，因为他们没有多元经济。你了解我咧讲啥无？咱台湾人顶一世纪做爱跋筊无？什么上好跋？大家乐，什么上好赚？第下尾上好赚。第下尾几倍我毋知，我但知影做先买100块，会当赚几啊千块，甚至1万块，有好赚无？好赚吼。所以爸爸伫迄个农业、工业、甲我商业，咱的台湾是查甫人说了算，对不对？对嘛吼？所以爸爸不顾妈妈、囝、家庭活善食，把钱摕去创啊，活大家乐。赢你敢知？赢着3栋厝啊！佮因兜厝边输10栋厝，为虾米？因为伊赢，因兜的文化，男生说了算，阮兜嘛是啊。因兜的文化，一个钱去落雇主的去趁，着趁有，阮兜嘛有钱啊。拢看别人。极权主义嘛是这个意思。啥物好，就对啥物带去，这就是跋筊。台湾经济叫啥物？
台湾经济就是讲小农啦、青农啦，也是咱讲的中小企业啦，甚至咱去徛副本达啦，副本达一边徛，过咱一边去报道啦，这就是咱的多元经济。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甲囡仔讲，恁即摆可能爱了解恁到底介意做啥物，对恁的家庭是有贡献。所以局势会变化。基督徒的信仰的眼光会看见上帝的手伫震动，看伊伫震动之后，咱就咱教导咱的囡仔去面对即个世界。咱爱定定对咱家己甲咱的囡仔讲上帝眼中的世界。咱爱了解世界眼中的世界，咱了解就好。但是咱毋通袂记一了解中间，伊毋是上大的，伊无掌管，是上帝掌管。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拢会拄着患难。患难中看见上帝荣耀的世界，但是安那，这个世界无邀请上帝来，这个世界就无邀请上帝来。我顶礼拜甲阮囝吼，难得可以电话说话90分钟，电话挂了一直感动，你敢知？这一出电影的时间，你知无？因为一出电影只，阮囝升过就是高中2年级。即出的，你挂到我心内个足澎湃的，毋知？我会当甲阮囝讲一出电影的时间，实在感谢俄罗上帝。但你敢知讲啥物？讲废死，废毒死刑。我讲，伊还袂讲下骹的时阵，我就先讲啊。你要探讨即个问题，我无意见。但我先互你知影我的底线。以命还命，天公地道，莫含即出拢无去。吼，伊就问我为虾米？好甲再小可有咧看圣经。伊讲，我来讲，废死我无意见，但是要到以命还命拢无去，这无应该伫废死的精神的内。废毒死刑，毋是等于无提名来刑啊，袂当变安尼。所以要安怎做，在伫判决，无在伫即个考核。所以我来讲，咱世间伫定法律吼，佮安怎定，要安怎宽容人类都 OK， 但不要把摩西所讲迄个诫命中间的其中一项叫做用目睭、翕目睭。即种的公平甲公义拢刷开，只要若刷开，咱全世界拢爱衰，咱全世界拢爱衰。所以伊就甲我讲，伊咧研究看资料过程中间，嘛有看到真侪律师讲到摩西讲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还命，对无？我来讲，死刑吼，毋是处罚咯。死刑毋是处罚咯，死刑毋是判决咯，死刑伊袂当正做，毋是一种判决。你甲人的性命调工退走，已经是伫司法上无法度阁判你任何处罚咯，钱赔袂到，对无？咱若有人损失性命是人故意的，你感觉钱敢赔到？钱是赔袂到，佮安怎赔嘛无够。恁兜的金仔去互偷摕，人甲你做一个判决，爱赔你3条金仔的钱，这敢有算判决？这有甲你赔着无？有嘛？但是甲你性命摕走的判决是讲即个人性命爱处死刑，这毋是处罚。这是啥物？这是讲伫人类的世界中间，咱已经针对即种物件无法度去判决啦，只好把你的性命献互上帝。互恁两个人去上帝面前面对面。伫即个世间创世纪第一个发生暗命的人，迄个人讲啥？涂骹有血，甲上帝讲话，对无？所以上帝甲该隐做一个记号，爱伊世界龙流人。伫用灵的角度来讲，因两个面对面伫上帝面前，上帝已经对该隐做出应该有的审判。所以伫咱人的世界，法官无得扮演上帝，所以伫这议题中间，一直到阮囝你讲的过程内面，我突然发觉，咱的信仰，只真少伫即个世界有上帝，
伫家庭有上帝，伫咱的议题中间有上帝来看即个世间。所以咱即个世间中间，袂当对人的声音行。所以以色列讲，咱以色列人过去所有的错误，就是因为别人说的算，我们就跟着别人走，而不是上帝说的算，而我们跟着上帝走。伫世上的世界中间，以色列看见虽然阮受审判，但是煞得到因真久长上帝的同在，是即个世界袂当限制上帝。虽然以色列人百姓因为受上帝审判，真侪国家来吞大伊，来掠走去做奴隶，但上帝甲奴隶同在，甲因同在，无论因为伫以色列，还是伫外国人的国家，上帝拢伫竞选以色列人做伊永远的百姓。今日福音伫咱台湾，无论咱拄着啥物款的环境，风台到咱遮就选，真侪四处咱党的国家要甲咱恐吓，真侪咱到咱国家内部有真侪凶恶。有真侪偷窃，有真侪食毒，有真侪惊吓，有真侪枪，搁伫规日开50粒，离教会只有不到1公里，半暝2点，我甲上帝讲，好佳哉你互我困，毋是互我去洗买礼物。哦，所以伫这患难的中间，咱若继续用上帝无伫遮的内面，咱会失去搁较侪。咱日子无好过，是因为咱钱歹赚，毋是因为咱无钱，对啦吼。咱日子无好过，是因为咱钱歹赚，毋是因为咱无钱。咱今日大人拢会当活过，毋免去忧家，是因为咱遮的钱会当顾家、顾家庭、顾囡仔，啥物拢顾会着。所以，当咱伫即个有限的环境中间，拢对真济的声音当作是对。煞无要去用祈祷来分别的时阵，少的声音，咱掠准讲伊是受患难的人，煞无看见上帝安怎款待少的人的时阵，伫人的济的声音甲人少的声音，咱就失败。咱一失败，咱基督徒就真歹伫咱的生活中间看出上帝伊要做的智慧的代志到底是啥物。所以，当以色列伊伫苦劝以色列人讲，上帝。你敢审判无毋对，但同一个时间，上帝伊嘛要审判亚捫人、摩押人、以东人、非利士人，甲推罗、西顿、埃及。上帝是全世界上帝，伊掌管伫遮个国家。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基督徒的信仰，甲咱的社会，甲咱的整个国际中间。咱袂当失去先知性的眼光。除了教会伫极权主义、行咧民主化过程中间，毋是困一醒，咱就变做民主化。咱今日会当信耶稣，功劳上大的政治制度是啥物？宗教主义，你知无？15年前，咱台湾做一基督徒去中国传福音。落飞行机打着头，2种教会当去，一个叫做地上的教会，一个叫什么？地下的教会。我信耶稣遮久吼，佮听着讲什么叫地下教会？迄敢是地下钱庄的教会？讲毋是，是迄个国家无认同的教会。哦，这叫做大的声音，知无？这大的声音嘛，一定这基督徒一定做歹人。无想组织遮善良，开做地下教会。佮甲问哦，为什么因会爱做地下教会？因为伊无爱挂因的总统的相片伫十字架的边仔甲头前后壁。我心内一听，因无做毋对啊！我这代志大条啊！那地上教会是啥？因为伊有挂相片。哦，100岁哦，人是活水江河充满你的腹肚。100岁充满你的腹肚，你哪会当遮尔看轻家己的教会啊？但是无看轻的代价是啥物？规间教会要用撤掉。所以有真侪我共年纪的人嘛走去遐，转来拢甲我讲，咱爱去中国宣教。我就问讲，相片爱挂还是卖挂？伊甲我讲，
相片挂逐句啊尔，会当讲圣经就好。咁对，伊讲耶稣讲，那没有拦阻你的，就是最大的帮助，只是挂个相片。我问讲，挂相片还不拦阻啊？挂相片还不是拦阻吗？静态的属灵征战跟动态的属灵征战都是属灵征战，而属灵征战最大的目的，就是撒旦要褫夺你面对上帝的人性尊严。信耶稣之所以伫咱的宗教文化中间看宗教文化做捆绑，是因为伊将咱的生命迄个阳光，上帝创造迄个阳光捆绑掉，互咱生命光无法度发挥出来。直到咱无法度食苦，直到咱无法度面对好业，咱当好业的时阵，咱懒散；咱善食的时阵，咱做歹。当咱人的生命有上帝光彩的时阵，咱认为善食是上帝要按咱行操练的路。当咱生命有上帝光的时阵，好业是因为上帝将这个世间的资产放伫我的手头，为着要做上帝伊所要做的工作。这就是伫以色列中间，以色列人伊失去，当因有钱的时阵，因照迦南人的生活伫生活；当因无钱的时阵，伊按照外邦人的宗教的庙伫过日子。因换地时阵，面对上帝，毋知影安怎好业。面对上帝，毋知要安怎善食，因真做人即个角色，逐工拢伫行阿东的路，停止家己面对上帝，逐工拢闪上帝，拢咧闪，惊伊看见。上帝拢看咱闪，只有咱知影，咱闪会开。当阮查某囝仔问讲，真实跟欺谎是虾米安尼啦？因为你最近你看《急祸不然》，急祸不然你有看过无？有吼，一本韩国人查某囡仔老师写的册。伊就甲我讲，伊就讲，即本册内面有一个真正甲虚假的。然后伊就讲，迄日本军国主义的人敢是雕工？要甲伊糟蹋，我讲无呢，伊无做雕工呢。迄时阵的文化就是安尼，安尼是伊真正要糟蹋吗？讲嘛毋是呢。如果即个基督徒若无起来讲我是基督徒，伊嘛无代志呢。啊，无到底是安怎？我讲，你敢知影伫迄个真正糟蹋甲假啊糟蹋，咱台湾话有一个中央的中间值叫做咩咧？半条猪，半条猪。半条猪啊，半条工是雕工还是无雕工？伊听无，你知无？伊讲啊，毋是安尼，就是安尼，是搁安尼。讲感谢上帝，你问对啦。我讲哦，咱人吼面对上帝就是安尼，咱拢吼知影啥物袂当做，但咱有时阵吼故意放互袂记住，固在咱即个身躯去做，这无经过思考，知毋知？用心理学家叫什么呢？你已经为你的身体下了暗示，心理暗示，所以你的身体按照之前的暗示去做这件事情。咱有时咱咧处理家暴的家庭，迄查甫人是雕工还是无雕工？老目屎讲伊要改，是真正要改，啊假要改，半雕工。为什么？因为当伊酒啉落了后，伊固在伊身躯去做代志。伊所有捌上帝即个管辖，全部人拢关伫房间内。阮查某较巧，伊讲哦，所以你讲掩耳盗铃哟，我就想，掩耳盗铃敢准算？有呢，对啦有啦，对，你讲了对，掩耳盗铃，吼，嘛是爱用囡仔的话讲大人的代志，掩耳盗铃吼。哦，你讲的半雕工表咱就是掩耳盗铃哟。我讲对，掩耳盗铃，就是迄个人吼。家己讲，我无想要偷摕，啊嘛无想要互知影我伫偷摕，所以扛起来剩迄个尻川。啊，全世界拢知影你偷摕，但伊家己毋知影，伊伫偷摕，伊佫掠准我骗别人，我无偷摕，这叫半条工。即世间爱咱基督徒做种代志，即世间爱咱基督徒做种代志。当咱失去用上帝的主权来看即个世界的时阵，
咱就是一种半条工甲半条工。所以世界观，即个世间互咱做面貌，拜啥物拢好，无限制伫基督徒的生命。只有基督徒知影，拜相上好，拜啥物拢好，是上帝其他的羊因拄着生命的困难，就好亲像咱基督徒嘛有一种生命困难。爸爸，我要安怎祈祷？你要安怎祈祷拢好，会记住最后一句爱奉上的名，耶稣的名，啊，毋通加一个两个字，阿门。一天我听阮查某囝咧祈祷，上帝，我昨暗我今仔无读册，明仔载要考试，叫你互我去啊，勇敢考试，当下袂互骂。我讲，种祈祷敢对？伊讲，你毋是讲祈祷啥拢好吗？哇，会多！按照人性而产生出来的基督信仰，不是重生的信仰。按照基督所管辖的生命，在患难中所生出来的生命，是属基督的信仰。就为了应验圣经所讲的，对肉体生，伊的主权伫肉体；对性情生，伊的主权伫性情。咱的主权伫倒样？咱拢知伫上帝遐。但是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对性情生出来的生活，有对性情生出来的生命，是你的价值观、你的环境，你所知影的。我的查某囝甲我的囝，拢是2000年后生，我是顶一世纪的人。你也欢喜，长会收看讲即句话。1977年生，我永远伫伊的两个人面头前，甲上帝讲，因是即世纪的人类，我是顶一世纪。我爱定学，你知无？我徛伫因的观念，看小学，看伊，阮就是看因世界，看世界。一天，阮某坐伫边仔，伊伫甲阮囝教示，咱是顶一世界的人，你茫安尼讲话。这世界人毋是人吗？我都发现我的世界佮加一种人，就是顶一世纪来无想要改变的人，甲佮爱重新沟通的人。你看咱人可怜，所以咱甲上帝免怎超会病，无顺服，你免怎甲上帝超会病；无甲上帝同苦、同甜、同患难，你免怎超会病。你的生命无行过耶稣的苦路，你免安怎超会病。所以，复兴生命归于上帝，是要帮助咱去照顾基督徒的生命，免除失丧迄个危机，只是危机尔。真正要挽回，爱靠耶稣的名。所以伫世间，咱的工课，亲像以世界所讲的，真侪人咱苦劝可能无效，但咱的工课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苦劝，传福音就是不停去一概传讲。伫即世界传讲，即个世纪已经来，咱用即世纪的想法来传讲，互因知影，咱伫即个世间，咱顶一世纪的人，伫即世纪伫担当基督徒属灵的责任。所以即世纪，顶一世纪所有出世的人会咱，你莫烦恼你外人，你爱烦恼的是，你敢伫即世纪敢愿意担当上帝互你的属灵的责任？即世纪出世的人，会伫后一世纪。甲咱做同款的代志，这叫做信用的传承。所以教会工课就是将生命找回来，将受伤的包好，将祈祷诚做医治，然后将教会人笑用，笑用甲笑肥无共，恁敢分得出来？我这叫肥，知无？我一直讲我肥到一个囡仔，伊嘛真客气，伊叫我叫阿伯。阿伯，你那个叫做发福，不叫胖。哇，因你这句话，我可以再多吃2碗，因为发福比较好，发胖不好。所以笑用，就是因为咱面对这个世间各款的文化甲议题，即马选举到啊，咱拢知影选举的话该听进，袂听进，爱看伊做啥物较重要。但是往往做啥物，拢伫啥物代志发生了后，投票了后，对吧？所以这个世界，这个世纪愈来愈看重一项物件，你的信任值。你可以骗我，我就让你骗。但被骗的人一旦凝聚起来，就会不再相信。教会
在这个世纪的信任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教会对这社会甲社区的信任，那对会较切落去，这世纪的人伊会离开咱。所以，咱伫咱的生命中间，以色列是代表上帝囝儿面对外邦人最后的信任，嘛代表上帝面对人、上帝相信人的最后一个人，以色列基督徒信耶稣，因为耶稣顶头生的人，代表这世间上帝你可能无相信人，但阮信耶稣，因为你的名信耶稣的人，阮毋茫互你相信。我嘛想要做一个互你相信的人，这叫做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伫咱教会甲社会是代表教会甲社会、教社部还是教社委员会拢好来报告。伫咱有真侪代志爱做，代表基督教团体，甚至是长老教会团体，即个信仰的团体，综合达到咱所讲以色列书的代志，你关心咱的社会，嘛关心咱的国际，所以咱会去帮赞其他比较有理想的年轻人，伊伫公义这个主题，伫和平这个主题，伫公平这个主题来甲因帮忙。帮忙意思不是一昧的支持，而是给予信仰的知识，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走社会运动的过程当中，他们应该面对什么良心上的责任。所以嘛代表咱伫教社中间嘛永续环境，咱有净滩对无？咱有净湿，迄拢是基本工课尔。其实咱更较深的应该要做的是讲，要安怎互即个极端气候的中间，咱要安怎来重新改变咱的社会。即个工程真大，无可能单一个基督徒做会到，嘛无可能一个基督教团体做会到，是要发挥伊的影响力来做。所以咱教会甲社会即个关系是影响力的关系，毋是用咱即个人来改变所有一切的迄个关系。所以第三。咱有钱，咱救助这昨拄办了，咱即马对台湾头台湾尾用逐款的方式伫组织，叫做急难救助，迄其实是战争的急难救助。所以咱嘛甲人其他的团队合作，当战争来时，你婴仔头壳破去要安怎包？你的囡仔战争骨头断去要安怎包？甲囡仔要安怎帮忙爸爸妈妈包伊的身躯的伤痕，安尼。所以这急难救助当然，还有其他真济。那咱伫旧年的时阵，我记我旧年来，我搁爱戴口罩的款。旧年这时阵，敢是搁爱戴口罩，不行吼，要哦。通常我比较不乖啦，我比较不喜欢戴口罩。这嘛是旧年的时阵，旧年年初的时阵，咱伫咱台南新华遐，新市啊，新市遐迄个工业区，通过联络。甲真侪厂商做150个医疗的门床送去乌克兰，伫去年的年尾的时阵就送到位，所以有真侪对乌克兰中间的帮忙，的消息来讲，所以咱嘛发挥即个影响力去做遮的代志。所以咱的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是做国际性，面对家己的社会嘛有社会责任，面对家己教会有属灵的责任。所以以上。愿上帝甲咱同在，也请为着遮教会整体性的教会甲社会这个关系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你的名做阮的帮赞，是阮的开力，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有了你的使命，甲平安属灵的生命，互阮会当照圣经所教来做阮人应当做的好事，是上帝看做欢喜。愿你祝福咱大桥教会伫社区的宣教，甲家庭的福音的中间，甲教会的维持的内面，有上帝你的兴旺，嘛有上帝你的大祝福，甲阮同在。愿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的回应诗，新圣诗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演全首。
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修为的主权。而此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 奉献是在主丰收的日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加入你，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请坐。 即时咱来讲到，咱正向的新闻吼，你为了教会这行老师来记到吼，你教会后边甲传播伊道路甲行管甲宣传，所有这行，咱大家开声来祈祷。 我
阮互你忠心服侍你，敬拜你，求你用你心来建立阮。阮各位每一句话拢做出来，求你照你的旨意来行，会让阮自我注意，还有所行做做好嘢工。求你阮一生对主行，感谢主。阮来咧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下周的所人员请家己注意。教会消息通知吼，本主日是总会为小教主日感谢咱迄个规人教会迄个林永贤牧师先来分享信息哦，感谢吼。第二，咱今日会小组正常聚会，后礼拜每一个月最后一个小组暂停，咧开小组讨论会吼。第三，咱基督徒生命水的经历、故事、见证，拢是传扬上帝新的生命的行动。欢迎兄弟伫每一个灵修祈祷中，将你的生命故事写下来，也是录音起来，透过分享见证来激励国家的生命爱改变，转化元素，将资料互咱的主恩弟兄吼，小组当中会使。第四，咱有教会迄个建立厝边迄个郭文林兄弟吼，就是江州长的长老的翁，因为8月26上午9点买伫殡仪馆一部室，吼，3至1的一部室纪念一部礼拜，下晡2点半伫东林教会举办举行告别礼拜吼，请兄弟要交代到要登记，当去登记。即时来咱内底来有方言，若有问题，请回计部来订正。咱即时来头个本周的经句吼，华语、台语来一摆。摇我的百姓啊，恁着敬畏，因为摇我以后无欠过一项。耶和华的圣人啊，应当敬畏他，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诗篇34篇9节。咱先摸。这平安哦！首先咱真多谢这个贵人教会这李牧师前来这讲道，伊讲道真活泼啦吼！我看大家安尼听到大家微微啊笑微微啊吼，感谢主啦！上有机会咱请来这讲道，咱反正吸收了更较大的知识。这个今仔是校长了吼，今仔来带歌吼。也我大体报告啦吼，今仔带歌是，伊开始讲话是，我就是咧紧张吼，咱是一个声咧吼，好啊，去担任这个重的工作吼，而且要带这摆站的吼，我真佩服伊勇气啦吼，但是我到尾吼，看伊嘛是甲这摆站的吼，带我真好哦，我是，带我一半是我真紧张啦，我讲，若我咧带吼。我到底会当代替安尼吼，但是吼，伊有真有勇气哦，我咱甲这个工作做完毕吼，感谢主安尼吼，这个咱来感谢这个李牧师安尼，遮传敬拜，咱来拍鼓一下。这个李牧师你是贵人教会，我真歹势有啥代志吼，需要提出来吼。拜托安尼哦，因为阮台南中会吼，无款的工作吼，剩有几间大间的吼，大间的是阮有兴运落去的时哦，拢无消息哦。这个贵人教会嘛是其中的一间啊吼，佫东门教会，佫后教会，这3间是台南中会哦，真大间的，同个大间的教会哦。这样来互阮去募款哦，对阮的帮助实
在是我呐这帮助是真大啦吼。我希望团吼，这信息希望这个李牧师当去小会甲因报告一下安尼，互阮会当吼一个时间，安排一个时间，互阮会当去遐募款安尼哦。李牧师，我无多谢你哈，非常感谢，感谢，感谢。咱台南市中原讲大小教会哦，拢是上主的教会哦，大家互相照顾，互相关怀哦。这个福音咱基督教教会哦，这是大家共同哦会开力来兴起的吼。希望咱希望各教会未互阮无看的教会，咱会当祈祷中，就是你来帮助阮、怜悯阮，互阮当安排时间到各个教会报告无款安尼哦。这个教会消息通知第4项，咱这个较早咱的旧教会吼，咱中国路教会巷仔内吼，有这个教会隔壁就是江秋荣长老吼，因先生来蒙主文调吼，因这个后礼拜六要到建农庙这个殡仪馆哦，做主任吼，是牧师吼，然后要去的人吼，咱伫楼骹来停去，阮会当安排车辆来前往吼，多谢各位，我报告到这。这时咱有兴诗397首，原主所报领，请起立吟全首。音刷，请咱李牧师来接导。互阮伫即中间所设的教会，做阮社区甲阮本身的帮助，互阮伫起造的过程的中间得到济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